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你一排队在郭素云、夏季的演出，辣伊的副舞台继续上演。首先要感谢观众朋友们长期以来对于你苏州平台团的青年演员的关心爱护。今朝呢是苏州平台团名家名团流派传承的专场，所有的节目侪是你苏州团蓝前辈具有流派特色的节目。第一场开篇呢叫不怕难，那么大家晓得，搿场开篇是用李荣康乐队来演唱的。我听见金立生老师教授说，李荣康老师年纪轻的辰光唻，三喉咙喊得不得了，你专门唱一面的，三阳调唱得呱呱叫。但是后头来呢，做你带嗓子。那么对于一个演员来讲起来，带嗓搿个是一个灭顶之灾，基本浪向艺术道路上要中途但是并不如此。李荣康老师另辟蹊径，辣带嗓的情况下头呀，唱上出那个重腔调。那么今朝搿只开篇呢，是由苍玉亮来演唱。苍玉亮大家相当熟悉，一副舞台来过几趟在。那么你个玉亮大观念蛮太人欢喜个，那个长调啊，已经得到是大家的认可。今朝你不唱长调，你一天走也合唱一段李荣康调的。当然，让金立生老师，你国办导游们个精心指导下头，天天练，日日练，所以相信还是会得有精彩的表演。那么伴奏张明，你这个三大块头还是合作之苦功，所以大家掌声有请。他们想想呢，看看呢，试试呢，走走呢，乃是当头心胆还没大头来，一日逢人两顿半，还要上许多台，叫奶奶。不怕难，都与长难关。三出了上妙日难，周日上宋日难。大口你不怕难，公鸡都不。革命的精
照，乃让乃也要奋发图强，努力改，这一个态度可不难，这困难谁却是为我活？今朝改革开放，要深化，将来晒后根菜来，这都要当后人。那么接下来，我们大家晓得，这个是一位三姑大宅，甄子丹和三头三夫妻相会。来听看才晓得，一部甄子丹当年风靡江浙沪，各家各室流派纷呈。韦竹清来世呢，陈公子自家个流派马派为敌。那么韦后英来世了，让这个基础浪向继承创新，发展到韦后玉来世这个一辈呢，理解是自家女生的特点啊，也增加了很多的新腔。大家晓得，向来王梦怡是韦后玉来世的改作。那么今朝呢，也有另外一位美女高门演出，就是小英，三个翩翩跻跻的三娘来说一段三夫妻相会，掌声有请。花裙，中上牛花心儿，但是大杯儿子进花油。刚刚听我对彩萍讲，师姑呀，你人不来心马500，夫人必然自己先家改讲，你先家最对付了么？这还出家做尼姑，而且却非做尼姑先想法，现在是个光老头子呀！啊，方群一听啊，一句讲。像我此番的襄阳来是一奉旨无婚的呀，说现在新娘娘是个光老头们，个见我哪得皇帝敢转呢？那么至于大家办个对，阿有啥求得里血压青丝，那么呢留下来我还有细口唱。他如里坚决出家不肯为弱，那么我还自古退婚为最好的。因此现在三夫妻滋味大相会，看到阿这样个对了，嚯哟，这可见只有才然，搿点头发乌黑善良，那么心里一块石头总算落平个着。这个乌头妈妈认得你啊，也是我堂堂上牛上你乌头搿搭。彩萍队的妈妈，你媳妇海呀？骗我不让蓬莱山上做高仙人，所以为不那个高士狗。那么彩萍去码头子，上午水方还2只开杯，如果不要老得上水开杯跟水，但彩夫子先家在湖水开杯跟水，自家马正当中一列，高义轻手，血迹轻手，看得到手汗。不我事体在，选了仙家身半边一粒，老老仙家个水子管，大弟子面目夸的门娘，为啥但是大辈3年拘禁那门娘？但是仙家不开口，为啥不开口没有道理？就为此那个仙台是一言难尽，七夕不问非口千心。真只办他西浦无情，一伤大病，1月余龄。因而王等一封高信，遗憾我真名。白云屋里凄烈牛心，君娘生女两下相亲。这里君娘举节空门，亲娘面前
分楼风声，人口声带不祥之名，桩桩件件谁为你方称？你呢？一起生意还无音信，崇飞襄阳最近有灵。但是当辈是家事真，应该你主动讲明，红兵而来东门。却得现在有气非平，所以敌对门不出声。为国团来妈妈发亲，生日风度乃是男人，应该开口乃是接应。发亲还不想，想想为子那个搞死狗一言难尽，男呀女的半夜三更，引得南国宗室相聚进军，满民满姓绝地神明。现在乃是七杀代人的名户三牛绝地的夫人，我们是吃吃咧咧，乃是言言人人。此非宋玉楚国再进有令，虽然是遍地拘禁客人，人情人理嘛，还应该内心出声。不过大家不想总也弄讲过啊。方清香还是要为子我3年来阁了当中吃尽之口对水人之疙瘩，还真就不容易。君在见之面总也门上哈，那么是啦，为是让我先开之口吧。啊，姐姐，分别谁在？一定是来归那副水用神下，姐姐一下哈，让当我门孩子。这语分必答，我一想没干，你来一来嘛，弄得我不寒。要弄我配不你娘不答应，要娘差子3年，我跟人家阿为喊过。不忙你有一步步知，娘不害我，我当你都有节奏。想不到，今朝来个大事。看上去两夫妻一夜装菜，我搿对一夜隔壁。但是要不相信的大事是真，所以叫我来问一声，是吧？让我上午都是开门见山。啊，姨弟是姐姐，相遇记，时日荒大，当日儿来不点君身。与己不能折谋人祸，今日奉家君之命亲闻一弟，你临言之日，随家君家事密事速将予以，可谓记得非。立身之根终为法确，否非为公民良人。而既说如此，一去3年，公民良事，可谁亦非？哟，托姐姐之福，先帝此非实然开始，虽不能食一日非章，但亦是囊中取福。3个袋袋里拿出来样么子，先帝教引得中对名。马比彩屏一听嘛，狗呀哈舌，因为开期结束，单大爷出文班子接单班，分发的各追各有。你于是发拿着一文噶，我不打算叫下刊子2边分看起来方清的名字。你现在讲你得中对名上牛们，还是让他哈舌。对个仙家妈妈，你非去相信啊？仙家非对不相信，我唯一当然说出来。有一的是，与己一人杀月山般，并无一的大名。双牛乃是江西必定呀。是啊，先帝们乃是冒姓必改名定，满名满姓绝地神明。仙家享福了呀！你把我当面插出西洋镜，这样为一讲不知。满名满姓绝地人民，你分明哈是想想别的呀！你不能不得功名，只有开启功名，方能崇祯门庭，扬眉吐气。现在你分得功名，唯有10句话。
3年前编的循规蹈矩里老老实实，那现在变得了油腔滑调，气得三家头一低门，不想现在第一个为个就把我生来着，搿么我来。啊，各位，去年3年又为唱担心的了。是啊。请问唱担心与什么喊曲家？担心一曲嘛，能唱出里以里之写的中心的，那么帮我寄来一块。那么各位，后为写，后为不写家？写乃生之根本，写与大写写写，明写女写，大写者明写义，写写者女写义。说担心你想为自家的话对的啦。那么请问各位，像汝等人啊，这3年不为想，盼吃不对娘，功名与富贵一时不思量。此种人是大写为是写写，明写为是女写家。哦哟，自来自不对了那摸我啊，害得你份知名担心收特里。女子中嘛，一语写答的呀。三我江上巨富写之力，莫来代父送君写之用。各位们，男女都有写答的。哎哟，这写答是也想收脱我啊！这是对呀，非去对去，让我来说你一句啊！啊，各位，府上老太太可见还非？咦，跟那石上头的问我娘个家，分明是让说我一声话，发清一声，唯独里4个字，家母们进来穷极，进来穷极。哟，各位，你在本来是虽细又大，总为这些老太太，但是哈的你。那么方清啊，你儿子做做事呢？口口边上阿只要只面孔那哈了海，但是你骨头亲着呀，3年得知头亲家也。想了高处门前说说闲话，身高的门前心情开心，不为故意。说蔡平记呀，那有什么？我在西山之上采月历代，突然觉得心血来潮。人之阴阳一手嘛，只想我家母亲3辈记挂于我，故而我假期相允，去访狗两位，故而只想母亲是好得很。你那个斗对混，谢家气是气的嘞。想想别的呀，说就说你娘美狠。你也晓得你娘为之心内千里迢迢孤单相养，得心内中动女的哭得来眼睛啊又哭瞎脱着呀，也是你为这样不争气，趁子心上无啥多讲，立起身来一句2句，但是现在不能配置天真，但是人贵夫妇不能可怜郎仆。今朝我来对编剧娘我乃责备一番，谢家真正作业，心里想内疚得绝，所以挨了挨堂里滚了滚，滚了滚。哎
家在身，你在墙板之中，这一岁40儿一些家与冰与风滚入与风情，相聚娘子你放这天干红，一军攻打欧军，寻儿咱时多军能
阿姐一番责备，父亲听得了釜底使用。想想对，阿姐讲得有道理，但是那时我攀起娘亲3年，我还真就没办法呀。搿么是个，快点让我从5个口中来感受不难听吧。兄，姐姐，想先前抛弃娘亲3载，已经出于风来。倘若我讲了出来，恐怕姐姐以为有两相的身份。哎呀，姐姐了！咦，哎呀，一打我拌嘴的呀！现在气得了高三不拿起来着。那么翠萍阿姐，你来帮帮忙子吧。哈，喊个喂，今朝看来难听，看米拉帮你拌嘴呀。那么你麻利的唱吧。我破几家音乐20口名字欧不两人，那太平抓是风某否神，那只想三世神美心心的中斗心惊腾，但是这样马农民他把蛇身露满了无意真。
君臣肯举你几几，望你这之地，在一名里的我们娘儿两位，可都问几几呀你在，我一名心后生，望你即刻手开着发币门。总要进去高手小姐的哟，谢夫妻相为大此结束。那么张国亮呢是张家的三国呢，可以讲所有上片三国当中是最完整的。所以记得当年啊，电视连续剧《三国》开拍，导演呢特地去寻张国亮来自个，虚心的去听解，还采取接纳子其中很多的元素。那么这个一位是今朝是由杨仁来演出，那么这位是呢是王世良亲自跑不里。今朝王世良分来，本来里还要来个，做少分来么？现在拉飞机浪，到港闹道去在。平话追出国门，里到港闹道去打港闹。那么会哪我有搞的呀？对，那不爱还来还去个位事了。王世良还是花自一番心血，一字一句改不了洋人的，所以可以讲是一位经典的传统诗目。掌声有请洋人。后朝的进行7年，还算是两对登基。那让四川上的杨平贵，一家5个多，家家人家山上吃粽子，就杀有一个人非得粽子吃不到，大呼神响，诸葛亮要亲历吃到。啥人？马谡马玉山。诸葛亮啥天要宰马谡？大家才晓得，马谡失家庭，虽是因为本来家庭失脱，我8万大军退回后中，几万将士血杀所然，虽然恨之失国，恐恨马谡王带兵，14岁决定谁不听，丧事失地谁一知，今日方知先帝明。我到今朝方是明白，先帝刘备讲得一点不错，马谡以攻击实，不可怂恿。那么诸葛亮，刘备打哪讲法用马谡，你啥体会要派你去征税家庭？3点原因。因为马谡速度兵士30年，目前派的专业知识相当巩固。第2点，只有马谡晓得家庭了让啥个方位，其他人侪不清楚。关键的一点，第3点，家庭是从天师到上岸唯一个通道。这个让户本来细牢的，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但巩固合适起决定性作用。但是我反反想不到，你导致家庭拿我的闲话三忘其光，狗塞杂营，结果多量多失，溃不成军。我罢了，早点听3弟刘备的闲话，那现在来不及。也在往里个要洋洋鱼的嘛，阿拉也不毛的。来，战，身当逢人相知命，身当在后裔。人上来，分东西，谁力两帮？革命捆绑性，革命鬼子性，立得了最细细。大家对赌当让一看，把个不是欧洲，而是一只手袋。手袋上向恭贺先帝刘备之灵位，3支清香，
只看见诸葛先生大上动荡，忙手台门前一句礼罢三罢，比那人拿焚房四宝送上来，莫得门用天的必报，先生落笔太太了浪笑，笑上必斩，还是贬低自家的意思，难效法。老人之根违背先帝意志，误用马术，实虽坚定，此乃良一人之过。上非能拔压陛下，下却把兴后将士之功心腹累岁，亦是良一人之过。故事必赛这个丞相之责。下午手台浪向一拱，立起身来，旁边暗处当中身体受定，来战，将水将马术，披甲戴手，压上大当，是跟老师忙成里向奔进去，哗！老王门打开，大将军，你可曾听到？我们丞相有令，把你披甲戴锁，押而上堂。李六头上来，哗！对镜里像一副家书套楼，啪！李六一声，走，啪！马术马真都当让下上来，可见到诸葛先生心里想一人高通。你先生已经50岁，不到口上去像60岁，实际只有40%，身体已经与之并存。为你大吼江山，高人脑志，费尽心思，用尽心机，耗尽心血。再想想啊，我做的啥个事体啊？福利使用，水将马术，可见丞相。丞相身体之柔，听见到声音是心浪向真不忍心看来。但是今朝再遇一面，我要好好叫看一看。看见到马谡，心里想真不是滋味。30句说正当仗义，但是监牢里向关起一个号头，个人已经睡得不是样子，身浪向是喝饱。发嘴高挑，马谡带起头来，马谡有罪，不敢探头，叫你带头，只顾带头，是啪！对待起来，两张眼睛盯牢先生的浪口，来了浪口诸葛亮，诸葛亮还了浪口来，两道目光，眼睛里向闪着。先生，我犯下弥天大罪，失家庭，死不作声。我从大子回州来是要吃的，但是那关子我一个号头。这个一个号头，我天天日日了浪忏悔，我度日14年，我晓得杀人大错，但是先生，我希望你再能够给我一次机会。诸葛亮口懂的，再也不拿机会，机会已经没了。那个爱人要我娘呢？来，炸！
送银，银具送他，打，快，擦浪。马叔心里一凉，浑身一松。先生负伤我在，不说的个，我等在你身边足足要2生意，啥个感情来？你有辰光对我像儿子的港口的，有点朋友的讲相知。你当清楚这道量，一个上山少之后，为一个我马叔马玉山，不说的个，不说的。马谡10岁既定，宋日的，走，你当我走出来，得记录过看看。你讲一句，你想一句，一个字也发累的。再对两旁边忙，你都大家当我听好，都当朗向，别别心，大家在朗听。神仙。所以家马谡奉神相之命，正式决定，在凌云之时，神相再三叮嘱，靠3军岁砸下大营。可恨马谡只想身尽司马，把大军砸在黄山之上。一早10岁决定，乃马谡之岁。该军万民口口哀求，可恨马谡一战全失人心，不听良医检究，10岁决定，是乃马谡之岁。分得相国，在西人水军，亦是马谡之岁。马谡虽该反思。被人塞浪听，记录过一个。马谡啊，那个上面那非是一个口浪的，你实际头也要无来过。记录过对两旁边看看，大家一道帮帮忙，渔民的名将，大家一道努力救下来。不然非讲，今朝马谡的态度特别好，大家在用恳求的目光来让救先生。阿哈娘之力吧，说之力吧。先生一口，你都爱我明白，要我眼里，你个态度很好，但是不要忘记，态度只能给出口，态度不能给面色。你讲之半年，你思想的根源那份讲出来，你哪会得是假的？我来打来讲，偷工。到无罗，阿德，马谡想对，我只想攻，我只想加入，我那个闲话忘记头，勾勾定定，攻山打营，我只想我司马懿做了，因为我等了山上，你肯定会得上来。等到你上来，我一一当实，努力做了不乏成功，一统中原，我的功劳大得吓死人。啥人想着那个讲得对啊，对的，不想。两在凌云之时，再三叮嘱，靠3军岁砸下大营，而为何学以为抗？你上天要违抗我的将领，马谡想对。你来打仗，你想法的，我只国大内陆什么，只国大看不起来几个人，哪个用兵不够实质？你玩也要关照，事也要关照，你努力努手，我来打仗里向没办法，只能给答应。但是到至外头，我好不答应。将在我军令于所不如，我三不过。王兵苦苦哀求，没用的。学以为抗，我必之予以为抗。神仙啊，谁将马谡该死？现在你晓得该死，你该死的事体多了。
15岁上大，谁知锅里向摸出来一样么事？20几开，那自家去看。啥？哎呀！啥么事？一张军令上，第三法令来福不我去，我说我肯定珍惜家庭，问了，你们我识得家庭难办，我是牛力军令上，一家人家夺我之水，杀我老母之对，家支部2个儿子的口浪的塞下落来，现在可见到军令上。马上想着屋里向不是3个母娘养5个儿子，4个儿子为刘备走私杀人，谁留上我一个？39岁失家庭，害杀亲娘，那么整个我娘闭门不出后，好从天上来，趁我现在为伊一口气。哈萨让我举问，相公，谁将马说我家老娘年过80，体弱多病，马说之所以连累老娘生死分离，于心不是。方相国开在谁将马说？为害13分江山，立下这虚虚非公文上，少时老娘。现在那空马人听得了2旁边那口小滋味，让空马喂你子2个狗浪的那好随随便便捞上来了，而且那讲啥？看了那虚虚非公文章，那特谦虚在，那不是虚虚非公，那是军功累做功赫赫。你为你后上那个功劳满种程度上讲起来，我诸葛亮都比之不及。不然不讲谁讲3场，一上讲3对，本人3分发言，那马术发言，三将军张飞吃的最手动，但我是空语不出，我是不为的。三将军的人了让好孩子，你马让好的心在，为的好的，不需要得出事体。上面是广东来推个旅亚队，因快的邵子龙上港3队，飞至窗下扑天大舞。那个眼光比我凶，那位的看人，那位的胜人，一大功劳。第二，建满文，满文是少数民族的对子，同当几十路人，非常难对付。当时那时对付满文。靠硬功夫来，一定要靠硬功。攻心为上，攻人为下，心周为上，兵周为下。神以待神，服人一时；强暴恶人，至于一日。好，我听那个话，尽满物，放满物，切人切中满物，狗肉的样。那个功劳。第三，对方是司马懿出兵。这个人手语用兵，精读兵士，司马懿出来者，我军不进，实之内后。我打你商量，你是身上简单得劲，你只要帮我用1条计，我是可以叫对过的司马懿身体落地。我诸葛亮听得爱他，你啥个计？哪个计比我都要来得厉害？结果啥么子？一条飞机计。飞机计确实不能用得成功，对过司马懿在苦浪里台北一点点下来，曹操的儿子儿子对吧？后来不了皇帝上山，各自为民，充军无人，
等于判杀个死刑。那么我诸葛亮兴兵勃发，邵子龙刀劈欧虎将大指天使鬼，我谋杀王朗水江堤，一路顺风采，谁是那个功劳？你如果是今朝这个家庭不能衰老，那才是第四大功劳。这个一桩功劳要超过那前头个的功劳，恰恰相反，那石头高的，那无法抵赛。现在非但那要死，而且还要离来老娘讲，经过军令上让，把此合适，笑得清清爽爽。今朝我忙开一面。马术、相国、说儿老母父岁，这对个娘老娘啊，是啥心地善良？哎呀，妈不我救我来着喂！为啥人家这部儿子还说再让我救我？一个人的别扭好是他不完的。神仙，马术之气乃是一个善良之气，两个孩童你为谋生。马术之水历来他们于心不忍，方相国你在你我昔日之心。你烧死了他们吧！我等在你身边足足要20年，一年360日天，20年要7200日天的了。你日子里多吧？哦哟，你让当个人吧。你想用心动法，讲到心，非要是你一家人家里头，你也可以复杀。法律问题，人平等，知法犯法，谁家一等，这个才是法律。法律，我啥天看娘那娘，老娘家养5个儿子。4个儿子为刘备周死杀人，那个娘是伟大的母亲，感动中国的人物，而那个妻儿还是富够的，刚到3块，不在夫人之身。军令上是儿之为一给米水，是他呢，通通灭他。待等儿伏法之后，那杀对个为难，不报凶险。为出去负担多娘讲那是杀对的，是儿谁己谁福，是那了让给了理想。娘都娘有一个布帽和多几年，马叔听到个了，这个眼里东西神香。来炸，把马叔治水。记录过一件以后，马说啊，今朝要带你再位子。追将马谡，唐公屠戮，蓄意违抗，失守街亭，毁横门大梁，按17条斩将军令，理当极刑，严明军法，以正军规。双水声，诸葛亮拉起笔来让马谡的名字朗响。一个困
来，走，打，pan，欧花大炮，与我。在，马上你忙着哪里推出去，智力向外了，让开，恭喜神仙！再听见那的当一声炮响，也许是一个鬼子响，噔噔噔噔噔到里响，水里响一砸头，丞相，醉将书。手机在，这个两眼过两个眼里，这让我你马说吩咐上司，新罗兵士手语用兵，野马也可以懂到，然后必让几生意。是我无实际，我分家约翰呢，我无人之地。去眼啊分别，39岁来家里死。这个开眼哪会得比？40对个水，努力个眼皮漏下来，马说，诸葛亮哭出声音，泪是雨下，来是行，在是法，不因来而行不因行而非法，忌口说，风口轻，此乃事不之大，兴邦之本。豆皮结束，下家大。接下来有请侯家芬为大家来演唱一出开篇《阴台哭灵》。大家晓得，这出开篇蛮有名的，是由香香的来演唱的。那么王玉香老师呢，我也非常熟悉。因为辣辣平台学堂辰光呢，我也非常有缘。王玉香老师亲自教过我的。当时辰光我记得蛮清爽，我曾经问过你，我说王老师啊，那个香香的哪把你唱才出来的呢？哎，你回答我说三娘啊，侬嘛还分读过少个书，侬嘛还不少文化的，侬嘛就是搿搭的推的、拐搭的、来的，肉人一头嘛变成侬个乱跑仔。咁么我说你罗搭推的呢？喏，你讲你去听呐？我搿个唱腔里向有种天涯性的物事，随是辣搿个印度电影大篷车里推得来的呀。哎，你不相信你去听，搿印度电影啊，搿个歌曲相当有特色。当当来啦，当来啦，当来啦，当啦当来啦，当啦当来啦。而王玉香的恰恰里向属于啥高啥来么啥高啊啥，那一样的。所以你得非是搿种赖先生啊，你别看看的书么读得不多，谁顶聪明？所以应对哭灵经典名段，有请侯家芬伴奏追三八。380中4句半心，应对八头把再句三讲10单2个，只听见里向一片哭声。现在个人哪行啊得了？望着里向10多个扑进来，两兄。
突然身，我自己今日站在背后，又好比打出迷须魂。我知道是家弟兄，一直比亲夫妇。我知道你两个狗，听得我家米聚魂。我知道弟弟姻缘配神经，我知道春灯打扮来做新的人，我知道么离身怕，我知道是最新的神，我知道水都穿开怪背的身，我知道神肉花花加一顶，我知道吹吹打打带两家个称，我知道好看纷纷露盈盈，我知道你两个狗身处接无人信任，我知道在天背地来接人的情，我知道红烛对上把婆婆来称，我知道送激动花落在心，我知道你俩兄弟来偏方真我知道是李代海水把你夫人称。我知道是夫妻同饮加杯酒，我知道是与哥哥唱在中上比旅行，我知道全人美丽来都神魂，我知道为母记载是把儿生，我知道是你做个爹来我做娘亲，我知道不水既来永不分，水既下是大儿真。大真至于苦苦的一片凄凉声，口里都是新娘非走非死啦根。两兄啊，我这里嘛深深家，你那里嘛为人，与你阴阳相隔话没缘。两兄啊，两来你在隐忍，一夜苦头问，因来觉得西去我来赶上成都。一个这年头，我今朝来的目的是见两兄最后一面。现在两兄人了啥上好？对待起来一口，这口气领导浪向割好一块棺材，现在已经3人双膝不得棺材了，哈！两腮把石匠困了棺材里，一动不动，面孔浪向盖好一张黄纸的，现在丝对的水升上去，把黄拿指头掀开，对300张面孔一口，哈！两兄啊，你爱不必来，为一将就。
徐云之来先生开唱的戏台，俗称糯米台，深受观众朋友们的喜爱。徐云之呢，14岁跟随何鸿燊学识3岁，16岁担当演出，一鸣惊人。但19岁的辰光，里更改艺名，本来里个艺名叫徐云之，云就是郭守云的云，之是灵芝的芝。19岁的辰光，里改名叫徐云之，啥个意思？胸怀凌云壮志。果然，胸怀大志，刻苦努力，成功之自家的流派。那么，今朝来演出的呢是一对小夫妻，陈峰、小英。陈峰呢，学堂里向毕业过后跟的是王建忠，王建忠呢是王英老师的学生子，而小英学堂里毕业过后，实际跟的谁是王英？所以按照辈分讲起来呢，小英的王建忠是平辈的。所以陈峰喊小英昨日也喊得好听点，喊上娘娘的嘞。结果啊，搿三出来本事大个，且活不活侬个娘娘活转去做高知不知呀？所以今朝搿对小夫妻联袂演出，为大家献上一段三线为小时房，掌声有请。唐伯虎马生金相府，想要得里改个名字叫华安，现在努力升为叛读。规则里了希望搿2位舍要读书。今朝已经是巨额初举，崇洋嘉载。当然了希望里搿2位舍要做文章。刚才拿到手里，哟，2位公子，即有到说，插题。我命你们各做文章1篇。大公子32类，二公子即妻子好合，即倘若你们文章完篇，为着罢了，说不解决啊，小人也去改兵相依。娘毛东车个大兄弟，一本正经嘛，享受于高兴。叶琼啊，那的难不要容呀！俺听见哟，那背着你做文章，让你做文章。我头名搿件搿么清爽嘴，啦啦的呀！啥的？我是搿搭清爽，给打挂了。哎呦啊！你个多头！叶琼啊，侬得一门上内着。那天下西高的人，同地里也侪有文章的。那个到底啥的？世事谁有关？有的。有的。搿么
弄得你弟兄杨高的东边的阿语文章。那当然还有阿语的嘿，阿姨，根本都带不懂着吧？那那天我需要个人东边的语这文章嘛，做得出的。哎，弄得你弟兄杨高的东边的语文章，种不出个你。那你奶干来发觉我拉兄。彻底。大样一个文章嘛，烧了个头上咕噜的里啊，困着子哟。你困着着。哎，表兄啊，你还有办法让文章出现？非明白。哎，这里有办法。你啥办法？弄得我先贴墙地里，去叫一根长地的铁轨机。那么叶兄啊，你也门背要么困我也哟。肩部嘛张开，这里弄个铁轨机，忙进你肩部里，这个捉进去，弄文章，抓出来，阿姨。分账分出来，头上塞出来哦。回来。那么叶兄你还有办法？啥个？记住你个分账困上了海嘛？你来啊，读诗。读诗？查题。读这个文章听见子嘛，你心住了哟。感觉耶。哎呀，想阿姨，啥人啦喊我啊？让你自家玲珑嘛摆出来哟。叶秋你讲的耶。我墙门开了你哟。搿么让你试试看着吧。干嘛来看？搿么也啊。来。北北鸡追追吼鸡追，一年做女君鸡汉君。真小啊，用是哦。阿爸，那你做啥？叶兄啊，分账分出来，谁容谁出来？东边我的哟。东边我啊。喂。那你来啊，发啥讲啥？把你一说嘛，我这个外甥哪里少我个白鱼哟？阿爸。哎呀，为这个文章没办法。那么这还先来看。搿么这样哦。来啊。北北鸡追追吼鸡追，一年做女到底我也是呀，豆皮我把你都读出来这样。叶兄啊，那你非要说不能说啥的这样？你个办法不行。哪不嘞？东边我的耶。啥？这里也有办法子。啥办法？别家有。娘里的希望给你去补肥菜。为啥？你别补啊！今这个肥菜呀，也高些个多。你弟兄养高的多吃点肥菜下去，吃得耶头上菠萝的里长得也实。那么文章了一下，可是搞得耶唔等死着吧？那么侬文章杀出哟！那你聪明的啦！哥哥们侬也别讲，难怪讲。侬呀，来，哥哥有啊！嗨，公子，别讲呢啊！但希望给你去补肥菜。姐，今这个肥菜也高些个多。好，你弟兄养高的多吃点肥菜下去，也侬文章杀出耶！说得出也是一个了，文章哪杀得出呢？海公子啊，水军士官为上子。是奴人。娘妻，夫妻嘛也试步啊，请你吃，好不推心。有啥要弄我看在？再有什么手在？上得了给他听到这个哇啦读书，不能读，踩得了头脑子啊长着。哎呀，还是去补肥菜吧。那么既然如此嘛，先人去了。杀气。当有奴子在空位部嘛吃屎吧，忙正小日房而来。最大个白龙里啊，
得有点心事重重。我大致相夫搿点日脚子，到村乡为分办过团个了。搿不记得啥辰光问我还得里成功者，再对手里向搿只饭盘毛毛，搿不记半得啥辰光问我只饭盘还发盘子。唉，盘啊盘啊，想你怎会到了我的手中？唉。我此打龙鼎，为数君，一般亲友都非。我是金石沟，明日半为废居后世口家不要我爱风流，天降风流水，日长中西日聚有想来家有喽，是来家有某大神贵，某大知，我恨中门走家了来家楼，内记吹狗没数。我十指望没有吹狗娘下神里里，我们双双同伴来这家有。他是闷混混白龙对茶酒，哎呀，妻妹，我个人随时个地方哈，有子心事啊，面孔上会得露出来的。这些把阿哥兄弟都看见子，才来问我多生之节。唉，还是让我弄点小米用出来。待我不欢受用，岂欢受？一路过来嘛，识得该打三十吧。像今朝辰光再来，不知十里家家个小菜，俺山海个路啊。十里家家是一家美夸，今朝个小菜打谁山海子？
现在一盆一盆都过来嘛，在忙镇宿舍里向报信去。谁等我的上子中吃中饭辰光一到，阿哥兄弟多，谁还来布置？今这个手里是打扮的漂亮哦，西巴没个西红碧绿，西巴的皮肤没黑个头发，西红的衣裳，碧绿头上插一只珠。本来是你不打扮的，谁是为这个华安呀？哎，听见声音，与你让进来，围过来一忙呢。哎呀，华安兄弟呀，姐姐，啥是你呀？是我啊，小弟遇礼了。哎呀，别客气，弄了你啊，为了哎呀，谁？不该当的。哎呦，你咋肥不？这得被人抱一抱呢。好的，眼睛拿着饭盘往正边浪向一放。华兄弟呀，姐姐，辰光未早了呀，是的，你那这刚再些来着？姐姐欲速不拒。方才呢，我命两位公子做文章，那里记下他们文章做不出，命兄弟前来都拿去一些饭菜。他们一讲要多吃些饭菜下去嘛，几分子下味。哦，三哥，两个都对文章做不出，嘿，归叫你来搬饭菜。嗯。里头两高的多吃点饭菜下去，一路文章杀出来呀！是啊，也是个嘞，文章嘛那杀得出讲。他们是这样讲的呀。哦哟，你都是道理呀，你还是相信噶？我看你呀，嘎子多的一个蛋，狗啥子的读起了身浪喂。哎呀，姐姐呀，你失散了。哎，你自家也吃过了家？小弟为非人用过。哦，分吃个啦。稍微等一些。要紧过来，从宿舍里向多几本咸菜，袋子上一包，再拿出来一瓶水，一只杯子，一双筷，通常上等袋子边上包一包。好兄弟啊，姐姐，来，请手。好的，当然要紧过来，忙正上灯廊下，身体守定。手里忙着里边啦，一手。哎呀，你手呀？姐姐，不方便的，不方便的。你说不方便讲啊？你咋怕人家看见也讲也是啦？是啊。是眼睛个呀？为什么啊？搿种有啥道理呢？一句来讲闲话关。真呀？守得正，立得稳，哪怕后上死狗，搿背灯。对的是对的，守得正，立得正，大家老老实实。那么既然谁知，小弟就加入了。手开着玩，重新过来，上灯廊下一坐。眼睛到底大喝一杯醉。好兄弟呀，姐姐，你尝尝看。来这味道，阿玲。当然是分工高呀，这一杯端起来，真正明子一滴滴尝味道。味道灵家。姐姐，甚好。是蛮灵个，搿个醉嘛，是来他上本个呀。那么我自家不舍得吃，我才扛下来嘛。上本你吃个呀？哎呀，多谢姐姐。哎呀，别客气喂，我不得你买自家人喂。哎呦，一些比自家人这叫啥？咸菜吃呀？好的，一手筷拿起来，尖子一滴滴，忙正纸玻璃一抬。阿姨，你那稀奇的嘞，都吃的呀？我吃的。你别客气哦。你等我客气嘛？我要动气概。不会的，不会的呀。你吃呀？我吃的，我吃的。哎呀，你吃呀？我就怕你为人了。你饭子我去帮你吃吧。都吃的个嘛？吃的呀，姐姐。这个嘛？把再见。那个嘛？这样那后台花叶薄饼有四个，你吃呀？吃呀？要吃。太肚子呀！搿是来家家么对我真个好的，老实说，搿个小菜侪是想要讨个底菜啊！你考虑下来只才上拨我吃，一斤自家来摊上那么总归有点过意不去的。哎呀，姐姐呀，小弟我与他上了。这眼睛的呀，姐姐呀。
生平寒，谁有生？相依对他是情深，我属于他生否将来是富贵荣华，遗憾是生。五兄弟啊，姐姐，别客气，哦，都吃的。好的，你慢慢接吃，哎，辰光会再了呀。离开时光为上在，未必细人失踪生。你太太却妹妹应妻应妻的用的心，你都吃的，妹妹就吃。我吃的。哦，五兄弟呀，怎样？实在嘛，我已经想到你刚刚的。那么有辰光你来搬饭菜，辰光太急促在。是的。那么我自家呢，也有山西的菜，还没功夫到你刚刚。哦，今朝吃得来，怎样？辰光会再了呀。我把你谈谈刚刚，你看那哈？姐姐接待甚好。真的？那哎，我听你呀，哎，讲闲话个口音，像说是苏州人哇。是啊，兄弟们乃是高手人。真的？哎呀，切是切的嘞。切算什么呀？我还是苏州人呀。哦，与我倒是同乡。同乡哇。好的。他乡遇故知。那是跟你讲的噻。是的，是的。哎，你苏州嘛，是了啥场火个家？我有大火，我倒不能说这样。兄弟们现在常规为山堂上，沿庙龙口举头18头西山大王土地家中居士。哎呀，切是切的嘞。那也切着呢。切是什么啊？我还是住了山堂上的呀。哦，切的。我住了蛮高前的。哦。但你有乡邻哇。哎呀，我分晓得啊。哦。哎呀，真的切的。好的，好的。你今年还有几岁了？兄弟们今年18岁。哎呀，切是切的嘞。那也切着呢。切是什么呀？我们还是18岁呀。哦，但是同龄。同年哇。你几时养个家？兄弟是3月15子时间生的。哎呀，切是切的嘞。那也切着呢。切是什么啊？我们还是3个孙子是养个呀。哦。石刚切不子，我看样子，把你一只手上来个哇！搿不知啥个肉啊，杭州了还是夸肉家？哎呀，真的有问的呀！哎，五兄弟啊，怎样？我跟你进来，想说睡着哇？是睡着。那么一来服侍搿2个独腿蛇要救辛苦，丁丁之夜嘛与心事一直让千几个吹响。要不当你当讲错的，姐姐呀，两来3弟在水房中侍奉2位公子们，十分的辛苦，各位啊，谁来呀？对的，搿2个独腿就难服侍得来，是也睡着呀。搿么，你看看我呀，我进来是睡的了，还是长的家？实在没长在不能说讲，说子里长里要动气在。姐姐呀，
我看你嘛，谁了？是我谁子啊？谁了呀？你们当我说的真心的，看得出我是谁子呀？哼！不是两个都是王的喂。哦。这两个杀气弹，通来动，腾荡飞逝，上前背上火箭，冲上关节上，杀的这个气弹，谁是我壮子呀？哦哟，哈西呀！引去的是你谁呀？是子里找我21文字了还。姐姐呀，你谁了？谁子？而且谁的兜了？谁的兜子？哎，你们当我说的真心的呢？哥们，你还晓得我哪位是一个家？晓得是不记得。说你不晓得？那是我把水他给。哦，虎兄弟呀，怎样？我想下子，我看你呀，哎，出出进进，你上家，哎呀，跟我觉得一样是。哎呀，那也在我上家子呢。哎呀，姐姐呀，不记得。我们唔耍走，满头头几子个好呀。哦，那你做子啥好子呀？哦，我如果有这个9对半孩子送到你房间里向去，哦，那么事情你扶了海，我是抱你上浪的。哦，你要弄啥？啊，我说搿双好子是呢，调回走拨我讲。哎呀，我弄错在，我为当时其他阿哥兄弟的帽子啊，记了我搭个了，葛么侬我拿啥个也搭里失去一声。姐姐呀，我是哪说的？弄啥个？哎，葛么你按咋讲？哦哟，分闸哇，不来讲，实质分闸是里关户在。姐姐呀，小弟已经抽够的了。这狗子？抽够了。葛么有点小哇？一点不小。不小？么事情太大哇？我要把你逼杀这样，我咋分怎么哪晓得呢？意不大。哦，不大不小，事情真好。哎呀，你看我个眼泪，哈叫！你眼睛瞎给我咋分咋？哈的。哎呀，我是满头头几个好呀！不大不小，事情真好呀！你让我看看是真的真的，让我看看。虎兄弟啊，姐姐呀，你分账哇？这个，那么也是句话当面说出。姐姐呀，需要懂呢，相夫归母呀。我们童儿实际不能出一儿，要出一毛头的秀儿啊。倘若为相依开得，也将我们这大的。对个，我自然忘记他在。你到童儿啊，你里向真能这好母的个秀。哎呀，那么你日里发怎么？我说儿子，你啥辰光才讲？对瓜，日里发怎么啥辰光讲？你动动脑筋呀，不离别上着。这个姑娘，姐姐呀，小弟到了晚上安睡的时候，谁将他抽起来了？哎呀，上你咋子我说儿子困也要得了。我也不是死人，都明咋子来上孩子，实将家困也要得嘞。是啊。那我说的也还是真心的呀。好的，我里向有样么事。你还弄啥？我想起来了，可是有一只红纸板。是个呀。我拿着的。弄啥个？那么你打开来看看家。这大卫人。真看啊。别人家多。怎样？那里向包着2个铜钿。我有2根头发。哎呦，这2根头发嘛，我自家头上拔下来，我捅在不够里个呀。你让发起了不至少呢？那么你懂啥个道理家？小弟是不懂的呀。你那谁不懂个你？这来么姐，太口才呀。什么道理呀？铜钿包了好兜里，这叫铜泥蛋了。这个头发的铜钿包了一袋，这就不懂心，也懂了，不懂讲。再不懂我比木头人走啊！哎呀，你让对我痴心，终身要托不我各自不来个，还是嘴巴劈头大此结束，听听我讲。
再有一回事呢，是一位三姑党，文武相权当中的一只一马上头。最肉人呢，先生啥子有本事？你这个最怕艺人呢，是一路阴功。你有个差案叫应该虽然。那么有人说讲，听你的诗啊，笼子里向啥子湿绵绵啊，发出后感，比空调结棍。那么你想呢？蒋玉娣呢是还是最那个学生子呀，所以这样的随着让最低的基础上向发展好而来，所以最怕艺术真是大本事。那么今朝个位诗是由崔三伯、王飞燕、牛上当演出和手什么当中为家门参加一个胡家文，三家的联袂演出，想来必定精彩，掌声有请。后南关德府人领有地家。该搭一座山叫紫云山，山浪向有三个大王，大大王张龙，二大王张虎，再有一个妹子，就是张桂英。今朝是8月半，紫云山个花园里向是一片晴切切，辣花房里向呢，关下这个读书相公，啥人呢？就是本市里向的主角龙虎伯。自从捉到山浪向各位一直关带以来，杀没不杀，放还不放。那么龙虎伯弄不懂，我打你多强的，到底有啥个优势呢？啥个优势呀？血海深水。挨打的2位大王，认为自家的牙随死了很多龙家里的手里，所以今朝也弄那龙虎伯开膛破腹么血炸血为。妹子张桂英晓得2个阿哥受挫，龙家里是汉人，而且到龙虎伯一见钟情，私定终身。所以今朝张桂英瞒脱2个阿哥，也就拿龙虎伯下山。过些辰光，三家亭子里向身体受定，关在身旁边2个丫头金花银花，快点去拿个龙虎伯请得来。妹子啊，儿子啊，快点追娘！追娘！2家头对菜出子，互斗片刻，已经到龙虎伯是个小房间门口身体里，袋里向一看，哎呀，没人吃喝，我快点的同情啊明白，还是已经困个着。那，哎呦，老太气，还问困来？到得这步时光，为不送为寿到来。回想起腰饭啊，也没请来吃蛋，也就身旁边样子摸出来，慌慌收起门开，立了门口嘛，单正里向喊一声：“哎，龙东山呀，大三吃来娘！”来着，哟，未必好生啊！你个声音那样听不出咋？你是谢家身旁边的金家家和人家家呀？哦，谢家身旁边2位家家，不过家家一人家喊，不是那自家喊的。啊，2位姐姐，一步到此，为了好事啊！你听孩子，你也打的豆芽你呀，你敢天发令，谁敢天也弄来杀，而且也开膛破腹。哎呀，不，好了！你谢家的心也居然火山，还是跟你追吧？这比谁好是好啊！哎呀，阿姐啊，妹子，你看娘，都是想过身体这样大，胆子这样小。谁是哇？你看那个孩子，你外父也追着哇？哪里要翻我子哇？那么帮你忙吧。你来吧。啊，2家头望着龙虎伯的臂膀上抓，哒，哪里拖到3家门前？哎，姐姐啊，龙东山要来着啊！龙虎伯打进亭子，看见个观音3家，像个看见个救命王菩萨一样，打过来问：“哎呀，虎伯见贤子，龙神不改，是不用惊慌。哦，天台大事与农家在此。听来3家搿句闲话出来时，顿时挂定心一头步哟，多谢贤子。不是的，过些辰光3家的心里想，有几好闲话也想对你说，马上谁也分手，想着自家的终身大事么，哪非担心？这个嘛。
不知几辰光才能碰头。乃失败翻身，阿为他以为我是江南三郎女子，而最近在两个阿哥这个样子对呢，你阿为的悔恨在心。龙生。兄长，谁与差错去？你他与侬也谋退，范君恩牛两在儿谁？公子郎，你是国家之敌，谁又恨？侬是非科之中的女君才是己，终身自甘配。梦君不弃谁情意？这心生意送，脑际凶为。你此去路东阳，我不能来相陪。范君都赠送，切莫放却爱。奴才还谁？陪君归。侬的心思，你可明白非？龙姑伯听得清清爽爽。对个，失败翻身，拿自家的家事也忘记，这个世界上不是明白。但是像那三家搿场个，我不能忘记。居民之恩，再加上像那三家搿场够爱够恨个三之于三，但呢托给我终身，那么我还应该变变心情。哟，谢子呀，非否之意。心意上，我岂能避讳不思量？今朝因与你小姐言
去内生丝绸马，你不依孩子来风雨，我不走那放风衣的薄人啦，我明心间永不忘此心地老与天荒。想我此去所能知于楼把写记的恩情要去帝王与你是花开并的结人双哟，金花银花，龙东生呀，你们在此间一人让我非女妻，以内手中让非房招分我妻房，谁见孤伴谁此拜托两位记罪了。那个人到手里问了个，姐姐啊，俺出去啦，你这个小姑娘弄的拖不起，哪个理我嘞？你还定心噻？哦哟，听子你的废话，小姐那么定心，辰光不在，快点嘴巴。金花银花，哎，姐姐啊，与侬对马的抢晓得，斧头劈开，经过侬小姐搿只三风把你头打过来。搿只木在小姐旁边，木头在让小姐的锤子锅上看看。炎炎热冬高，今朝有少个神父家，小姐汽水，辣辣马头上隆隆，石岗上石岗多，今朝啊心口难摘。放心，龙生是，请到外边上马。哎呀，小姐呀，古把水翁佛记住了，不能上马哈儿赢的呀。不妨事的，啊当对大水洗。搿不是胆子大不大的问题啊！我分几个我里头例子也分几个的呀。这个嘛，搿只马袋里毛毛，还是搿个阿叔你狗咬的，那是俺比讲个讲，鸡毛豆腐狗，袋子里泥巴花花，屁股圆圆，哎，多点娘上来。打出钉子，但是的马跟着一看，哎哟，干得啦！搿本来哇，一种龙驹马几乎高了不来，打过来。姐姐呀，哪啦？可有灯儿啊？哎呀，等你几步起来吧。你来等我啊！啥人家起码一几子起来嘞？这个你看呀，有马大灯的呀。哦，结婚他个子，有大灯不带，过来将大灯里向烫一点，水安间浪向炸了，也想花上去，非得搿家也有股切劲的，花子5、6趟的，非想花得上去啊！哎呦，搿多上个样个嘞！搿读书人那实在不用上个啦。搿再人家弄我去不去弄得几辰光哇？这个让我来帮帮你吧。我得过来，去2只水，往这龙骨板个屁股上打。哎，龙东山呀，当心点，上去呀！灯如果
轻松不是飞身上马被欧家里向受来嘛？哎呀，上来了呀！咦，那，把灯里向的滴一滴。哦。马家人倒一倒。啊，晓得，马家人咋喊？你难看得了哈？啊，个背听谁呀？听啥？我听不着哪里呀？这个嘛。金玉不该。啊。我里现在让手手吧。啊，好的。马鼻子拿哈。啊，是大。马鼻子拿带水的别拿过，手指拿和马鼻子从来不拿过。搿两句才把啥人活起呢？把他肩高了，搿不来打个铁蛋个噻？哎，只看见个马队高耸两只耳朵死了海，啥个？过了马队浪，拿个马鼻子望着马队浪向一角，哈咧，打个姜太公点五个噻？搿只马有啥个两句三叫哈？三个雨刮气着讲我哈，光着两只马眼睛要对起着呀！哎呀，西瓜我今朝爬了个菜叫啊！姐姐，我哈了呀！还在噻？哈了。搿么你试试看啊！是。这小为了抓来，真想有道理对头个秋子。半个秋子分对打，居民也喊出来，哎呀，也下来了呀！三家辣辣亭子里向看得蛮清爽，搿读书人啊，一点点不来。本来我得想得蛮喊，娘呢骑了马背浪，我手捧上枪辣辣背板下来。那么现在哪弄法呢？一动南京门，有则打你一马上头，对，打出亭子，金花银花，哎，姐姐啊，奉龙神下马。晓得，孩子，还在下来吧，非议实在。啊，非议事啊，那个太太啊。三家过来，大门门前，砰，往门前一戳，落下来，身体欧家里向手稳。呼，太太，你看有女人啊，上个马背轻松的来，扑一来上去着，我昨日一国子梯子来一爬上去的来，真个难为人啊。那么搿里也说清爽在，来这个马鞍前，牛板石两头牵起来，当中下去，一个人的身体坐辣里向真喊。葛么三家想。今朝搿只马鞍前背一进我身体，等脱些两个阿哥再上来，做新爷接风动水，所以我的身体背也受杀日。你呢，这还受了马屁股浪子。金花银花，哎，姐姐啊，谁知云半风龙身上吗？晓得，东东生呀，是身体不周气啊。随便吧，当了身体不转来，背身带马屁股一来。阿姐啊，搿么一台来做啊？一台来娘，两高头一左一右，7只水望着龙骨把搿拉子地我一踩，另外一只水望着你个胖歪歪的一砸，1、2、3，啪！龙骨把这个拿我拖得蛮干了，不做啥个名堂？姐姐呀，做什么啊？袋子喂，大力啊！大力哪里呀？你带着马背浪子喂？上了马背里。哎呀，说起来，这马队你后头喂？啊，马队的后头去啥？这你等我真气啊，不会带出来去呀？对外过去一看，那么清爽子，啥体？到三家一只马浪两高头背卡背了还？哎呀，不来管！三家那个身体啦，欧家的，我啦马屁股啦，个马屁股几乎挖了海了。搿现在不动弹分眼，等这些一开汤，搿起马忙着门子砰一抽的，我不要马屁股浪挖下去个。我也说得啥子地个，也想说得啥子地嘛，等那个马屁股浪向拱松拱松，不停不让。这马也想不落，带绿毛毛，你已经属于车载，你就当我欧一点子哟。三家有生嘛，你早怕自家滑下去，搿是还有办法个。龙神是。妖囊之中带儿哪来？明白，请示大家，我来收过去带儿来了呀。打，这袋水里两头有一柄，双手举起，是，啪，往后头一挥，落下来嘛，前切到自家眼眼里向，辣辣门前当还有个脚。那么不眼子，把个欧前大浪前切佛了，一点一弹，一弹一弹弹，咕噜起一弹水，而且掉了。
到谁叫谁去背靠背，背靠背坐在马背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你会唱得了了，新民结果还在当我嘴巴，拉起来忙这磨皮个那啪！一步上头，单词结束。收云下期的演出尽在到此结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光临，谢谢大家。